好多人覺得冬天更要頂寒運動，出汗排毒，但從中醫養生角度睇，呢個可能係一個關鍵嘅誤區。《黃帝內經》早就警告，冬傷於寒，春必溫病。冬天狂出汗就似寒冬開倉放糧，能量倒晒落水。1月份寒風刺骨，你係咪都感到特別疲憊、腰背酸痛、精神難以集中、加班通宵、貪涼開冷氣？呢啲正正係腎氣漏電嘅信號，你嘅身體喺度似銀行年尾核數，提醒你要關實金庫門。呢唔只係天氣凍，而係身體發出嘅重要警報。素問六節藏象論講，腎者封藏之本。呢句點解咁重要？腎就係身體嘅能量銀行，存住生命精元；封藏就係鎖實金庫門，防能量漏走。黃冰柱強調，精之處亦不可妄泄。累經更加講得清楚，冬氣通腎，封藏失積，此金庫穿窿，腎唔封藏，健康存款實清零。四氣調神大論話，冬3月養藏之道，原理係順應自然周期，等心神靜落，為腎氣創造蓄能回路。冬藏一剎，春發滿倉。而家你可以點做？馬上雙手搓熱，撳住後腰腎嘅位置，專注感受10秒暖意。做完之後，你可能會覺得腰背暖流湧上，連呼吸都輕鬆咗。呢個唔係懶惰，而係順應自然節奏。冬天懂得藏，先係為春天嘅生發積蓄足夠本錢。封藏似鎖庫，元氣唔會流。而家就撳住後腰，靜靜感受1分鐘溫暖。呢個簡單動作就係提醒你嘅身體，係時候關上金庫門，好好封藏。